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访问到中国，回程里的专机接受到访问。马克宏讲，欧洲都要避免因为台湾的议题来加入起美国甲中国的冲突。马克宏阁讲，欧洲应该战略自主，减少对美国的倚靠。马克宏这款的言论，马上引发到国际社会批评。欧洲的政界炮轰马克宏失去一个作为欧洲领袖的资格。社群平台是靠洗掉马克宏，卖有求荣，出卖朋友。法国总统马克宏到中国进行访问，罕见的是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盛大欢迎。除了北京行程，习近平更邀请马克宏到中国广州的双恒宾馆临地开讲，用伊讲是这几年来得到中国上悬待遇的外国元首。大家好。老国语甲老香港话拍招呼，马克宏拜访广州中山大学，强调法中两国伫咧学术顶面应该要建立更较深的关系，强化两国的友谊。如今，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、世界报甲回声报拢指出，马克宏伫咧登去法国的专机顶悬有表示，欧洲要避免因为台湾的议题讲入去美中的冲突，新冠台湾的危机无符合欧洲的利益。马克宏嘛强调，欧洲战略自主，希望欧盟变成是世界第三强权，唔是啥物拢要对美国。中方愿同法方一道，呼吁国际社会保持理性克制。伫咧欧洲地位真重要的法国，国出着无要和美国徛做伙，顺将中国的言论，和法国总统去访美甲草头。欧洲的议员甲马克宏访问中国，称作是一场完全的灾难。柏林智库嘛指出，掠准无要引起中国过度的反应，对当和欧洲徛伫台海冲突之外，是危险的天真。华府智库嘛表示，马克宏已经严重损害了作为欧洲领袖的可信度。对马克宏伫咧中国的行为，社群平台顶悬嘛以马克宏的名字创一个新的名词 Macroning， 就是咧考试马克宏增加对中国的依赖，搁正天真针对提悬欧盟战略自主来教训欧洲的国家。马克宏访问中国的争议，唔那伫咧欧洲摊开，恐惊嘛影响到欧美之间的关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